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重要嘅話題。如果現階段你係30歲至到80歲嘅話咧，咁呢條片你就要睇到最後，唔好行開啦。喺現時大灣區發展得越嚟越好，人口就越嚟越多，而講到長生位嘅需求咧就更加越嚟越大啦。為自己同埋家人預先規劃，選擇一個心儀嘅位置，咦？聽起嚟其實好似有啲遙遠喎，但係其實呢個係為家人同埋自己係一個好貼心嘅安排嚟㗎。大家都知道人生無常，冇人會預知聽日有冇突然其來嘅事情發生。預先規劃其實就係想話俾大家知，無論喺任何時候係失去至親嘅時候，除咗傷痛同埋啲經濟嘅壓力，倒不如而家就為自己同埋家人做好一個安心嘅規劃。而我哋呢個咁靚咁舒適嘅6星級生命紀念館，係一個好充滿愛同埋紀念嘅地方，而且我哋係永久管理嘅服務，仲有可以唔使咁大壓力，可以銀行供款，而且仲係一個合法同埋永久嘅契約。如果大家想入嚟我哋生命紀念館現場參觀詳細了解嘅話咧，不妨打呢個電話預約 Rosa 時間啦，話俾大家知點樣對生命嘅尊重，俾家人一個愛的規劃。